班长，咱们明天上山干啥呀？明天上山有一个训练，然后呢，体验一下我们野外的一个生存。哦，然后我们炊事员也要在山上进行一个炊事训练。明天感觉在山里会是一场精彩、有神秘的这个旅行了。可能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行，那差不多就早点休息呗。早点休息明天还得早点出发。行，晚安啦，兄弟们。晚安，晚安。穿上那个橙色的消防服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下就不一样，它的那种厚重感、那种包裹感一下就沉重了，但是也有了一定的安全感。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可能会进行一些就是有强度的训练了，因为这就是一个对我们人体最直接的一个保护，就是这套这个作战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出发。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火场紧急避险的训练。火场紧急避险就是在我们无法躲避火势凶猛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紧急措施，主要就是保障我们灭火人员的自身安全。穿装备。这样可以了。等会儿呢，我们从那个开口处进去。我们进去的时候呢，两手捂住你的口鼻，尽量的这个转伸身体。跑进去以后，然后我们形成一个蹲姿，尽量把你的身体面积缩小。啊，好，加油，倒汽油。这个，大火刚燃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很有压力的，就没见过像这种室外的这种大的火，它会给你造成一种心理的压力会更强一点，啊，然后其次就是有一种热度就在轰你。没事，放心，放心。前方注意，跟我来。对，好，贴紧一点，贴紧一点。没事吧？没问题。放速，1、2、3、4、5，到！好，停，前方注意，跟我来。我集合。刚才那个队形是有什么作用吗？就是我看班长在前面，然后我们两个在中间了。班长为什么在前面？因为班长他可能要迎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火头，包括后面也是一样的，后面有3名同志，可能是老队员或者副班长。如果说是火从后面烧过来了，也是对我们的这个新消防员、新队员呢，这个形成一个保护，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传统。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心里的压力就会很大。蹲下来的时候，我的头是抵着前面的班长，我旁边的肩膀是靠着小雨，然后这种感觉就是给你一种支撑的力量。然后我就觉得没问题的，他们还在，给我信心，让我能够冷静下来。今天就是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永远就是有家人站在你面前，有家人靠在你背后。第一次上火场，反正就是跟着班里面的班长、副班长还有老兵这些走一节叫一声，然后我就打道，怕你就是跟不上了，走丢了，反正就是对第一次导火记忆还是蛮深刻的。